会选拜拜。千人200。几位学生穿着各族服，呼着反贿选的口号，不只是要干净的选举，还要号召1000个人，每人捐款200元支持马耀。募集20万作为马耀比后参选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员的保证金。阿美族歌手张震岳也出面力挺。我是透过他的纪录片，透过他的文章，然后去了解到他在做的这些事情，我就觉得是我应该要去相信他才对的。如果我现在不做的话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拍纪录片出身的马耀比后没有政党澳元，不过动作频频，擅长打媒体战，也抛出原住民族复民、土地议题，获得网路族的回响。其实对我个人来讲，其实大家选的不是我，是选的一个改变的机会，是选一个每一个愿意改变的自己。我很高兴，下一个100年有不一样的未来。海报上大大贴上“改变”是这次马耀比后主打的参选政见。现在号召1000人捐200元，把自己送进立法院。不过，这样的选战策略在原住民族选区能不能持续发酵，就等明年1月14号见真章。记者阿丽娜·改苏拉阿利夫台北市采访报道。